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到高雄凤山的瑞德路，有2间卖肉圆的老店，讲定定有人占车道，临时停车去买肉圆。因为讲炸着路，所以有袂少机车拢爱违法来逆向。附近的居民讲，这个停车的乱象不时咧发生。卖肉圆的头家讲，伊拢提醒人客唔通乱停车。 民用赛车来到高雄凤山区瑞德路头前，一台车占车道临时停车，对向某一台2台车将路拢挡掉咧。2对方嘛无反应，这个过程中是要通过乌多摆避免违规骑正向的，这个过程真危险。一直到一个小姐挂一大袋肉圆。 上车了后，状况才排除，互人等遐久，后壁驾驶真生气。不赶时间的话是还好，但赶时间的话是真的很困扰。那你要绕过去的话，其实又很危险，妨碍到其他的用路人，它这个危险性很高。如果2台车这样相撞的话，这个责任是要归谁？因为这条路有2间肉圆店，介绍真实在，所以讲有真侪消费者专工来。 人生一个很开水，闻到肉圆的香味，真侪消费者透早就来，是讲你看这间店边仔的道路。双向2线道停真侪乌托摆，还有临时停的汽车，在地人讲车乌白差，真困扰。快的也停啦，直的也停啦，停到一望无际啦，拜六。 礼拜上严重，请那个客人就是找个空位停好，就尽量不要妨碍交通啊。不仅靠道路右侧或并排临时停车，处新台币300元以上至600元以下罚款。今年1月到8月，警方针对这个路段已经开57张的红单，敢若顶个月就6件。用路人上好爱好好将车停好势，唔能造成别人的困扰。若无未经食到美食，就会先收到罚单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